去啊？进不到。干嘛？你这个弄到哪里去？可以去山上。山上？好。有多重啊？你这500斤。哎呦，你跟着不费劲吗？没办法，我车没车嘛。哦，那要不我车帮你拉上去。你帮我拉。啊。你放上面嘛。放上面啊？啊。你这车行不行？应该没行吧？你这500斤的话，应该还好。来嘛。小意思。你看着点。啊。来，慢慢放。车扶到车。啊。开得还行啊。你停慢一丢丢。懂车帝选车，看摩托车，还能看侧屏和落地架。对。这样你要轻松点嘛。你就慢慢骑着走，我给你扶着。啊，那走了。